今日要介紹嘅單位係全德花園嘅一個高層單位，全屋採用木係奶油風。這個單位的特別之處係全屋採用智能家居系統，透過 SUV 連接屋企嘅家電，例如玄關位有一個獅子櫃，除咗入面係一個鞋櫃之外，呢度亦都放咗一個有溫度計嘅中央器，佢嘅作用就係作為所有智能電器嘅中央管理器，控制呢度嘅智能家電。例如客廳嘅窗簾，每當早上6點便會自動打開，一到晚上7點亦會自動關埋。電視亦都可以透過呼叫或透過手機開啟。若果室內超過26度，便會透過中央管理器自動開啟冷氣，令室溫保持25度。繼續係客廳嘅部分，我哋喺上方增設飾物櫃俾戶主放置自己嘅模型上去，下面做咗個層板擴大空間感。飯廳透過飾物櫃隔住廚房空間，製造咗個小型咖啡吧俾戶主。去到書房，我哋喺裏面放咗個新木色台作配搭，房間採用無主燈設計，透過壁燈作照明。入到主人房，同樣係採用無主燈設計，透過壁燈以及地台床嘅滲燈作照明。去到洗手間，洗手間採用3聯動浴屏，增加空間，只要捉住其中一塊手抽就可以整個打開。旁邊洗手盆，我哋用咗 L 型玻璃鏡櫃，增加空間感。入到廚房，廚房採用長虹玻璃嘅 PD 門，入面主要以白色同深木色作配搭。門口出面亦有一個高身櫃，打開會見到有一塊全新鏡。想要裝修？WhatsApp 聯絡我哋，或者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。我哋係適度裝修設計，係你嘅貼身設計。